你係咪肚餓、嬲、寂寞、攰？歡迎收聽我在 HALT， 我係節目主持人，一個由香港嚟到加拿大嘅新移民。你唔使識我，但你可能識 HALT 呢個節目個名，其實係源自一個12步成癮康復療法入邊嘅心理提醒，代表 hungry, angry, lonely, tired。呢4種狀態都會令我哋情緒低落，做錯決定，甚至唔知自己發緊咩脾氣。我發現自己移民加拿大之後，更加容易喺呢啲狀態入面徘徊，特別係獨自在外，冇咩家人朋友喺身邊，唔覺意就 HALT 緊。其實細個開始我就好想做社工，幫助有需要嘅人，但係香港競爭太激烈，我成績唔係好叻，入唔到大學。嚟到加拿大之後讀職業培訓課程的話，讀書唔係睇成績夠好，而係先到先得。我就報咗一個叫 Community Support Worker 嘅課程。呢個課程唔多人揀，大多數華人都去讀幼兒教育，因為感覺揾工易啲。課程中我學到好多加拿大本地獨有嘅社會文化同價值觀，亦學到點樣真正去聆聽、理解、陪伴一個人。其實每個人都有佢獨特嘅情緒模式，而 HALT 就係一個幫助認清自己狀態嘅方法。所以我就想開一個 podcast， 唔想打字，又可以練下自己表達。如果你見到我節目封面有隻可愛嘅雀仔，嗰隻就係 Tweety， 佢係我嘅 BB， 陪我經歷咗好多崩潰嘅時光。從佢身上，我學識到咩係愛，一種唔需要回報、日日陪嘅愛。所以我決定用佢做節目嘅 icon。呢個節目冇乜大道理，但希望你聽完之後覺得我唔係一個人。如果你都有經歷 HALT 嘅時刻，希望你知道你唔孤單，完全十分正常。多謝你收聽我在 HALT， 下集見。如果仲有下集嘅話，